台湾国乐团是国家级的乐团，长期推动台湾传统音乐，也常常担任文化外交的大赛。今年是因创立40周年，台湾国乐团邀请美国音乐家来台湾合作演奏，要结合西方乐器和国乐器，利用双协奏曲的方式来演奏台湾民谣。好弦和马友林协奏音乐一出来，随着通听出这是台湾民谣《月夜愁》。今年台湾国乐团创立满40年，邀请美国密西根大学的音乐家来台湾，结合西方乐器甲咱的国乐器，用双合奏曲的方式来演奏台湾歌谣，包括苏慧红《月夜愁》甲《有夜花》，和客家原住民音乐等等。这场音乐会呢，它其实会把台湾独有的一些记忆的一些音乐部分的话，带到这一场音乐会。尤其是我们会把嘉南的一些民谣，甚至于大家耳熟能详的邓雨贤，我们的民谣之父哈，他本身的一些比较雨夜花等等这些带进去，甚至于呢，我们刚才也介绍到了，比如说原住民的阿美族的一些乐曲，甚至于我们有比较大族群的话，客家的一些曲目部分的话，其实都会融合在这里面。台湾国乐团属伫文化部下底，是国家级的国乐团。乐团表示，因这几年来积极用台湾音乐和世界交陪，其中受邀请来外国音乐家表示，来台湾排练的时是一头一届听到和弦的声音，伊感觉非常迷人。Our first rehearsal together, I was so smitten by the sound of the erhu, and as someone who listens to violin sound all day, every day, it felt familiar in a way, but also it had a warmth and an expressiveness that really moved me. 台湾国乐团表示，今年这场台美合作的音乐会，东方和西方的交汇，打算伫拜6、5月2日，伫台湾戏剧中心正式演出。希望透过相像的东西方乐器，找到台湾和世界的连结，也用音乐深化大家对台湾的认识。记者卢尚如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